你唔做銷售，呢啲嘢係唔關你事嘅。不過如果你會做銷售，所有嘅公司都預咗3份錢俾你。既然你都係做生意翻嚟，做乜淨係攞一嚿你就走？跟到嘛？頭先咧好多位咧當然好即係好感激大家賞面啦，係咪啊？我想講咧，其實我自己咧最叻嘅地方咧，唔係教書，我最叻嘅地方咧係點樣營運一個組織。你聽唔聽得明啊？喺我課堂裏邊咧，或者我自己去協助我嘅學生咧，第一樣嘢我會教大家點樣無論係喺烏托邦啦，無論喺你自己嘅保險嘅事業或者做團隊啦，我會俾到一啲咧度身訂造嘅意見你嘅，令到咧啲人聽完你講之後咧，好想跟住你，聽得明？呢個係我嘅專業領域嚟嘅。